后来继续来看嘉义民雄，当地有一间这个私立的幼稚园，6岁小女童困倒的时间去便所，老师竟然是动手甲揪头鬃，害这个阿妹仔转落坐骹来学青。这个老师讲，因为这个小女童困倒的时阵来行动，会干扰到其他的小朋友，伊一时情绪失控，才来揪囡仔的头毛。这个幼稚园承认有疏失，亲身上门来道歉，但是家长也是无法度接受，也是决定要来告这个老师。6岁妹妹去便所了，等来教室，老师凶凶地甲伊的棉被等去外口。佮揪伊的头鬃，妹妹抓跋倒在地，看起来妹妹有错一条，但是伊马上站起来，行出去，将棉被捡倒来。老师对囡仔有这款的动作，这是伫嘉义民雄的幼稚园。幼稚园这方面表示，老师迄当时是讲妹妹伫中昼休困的时阵乱说，影响到其他的囡仔，伊才一时性地举起来。老师讲的并不是真话，有错就要承认。好，那我们也跟家长解释过了。根据后来调出来监视器的画面，发现妹妹只不过是去便所尔，老师竟然就把伊的棉被弹出去，又搁揪伊的头鬃。妹妹家长讲无法度忍受。你欺负我小孩，你有办法做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有想到后果了。你不是现在用一哭二闹这种方式来求我们原谅。针对这个事件，嘉义县教育处调查了后，认为老师对幼囡仔有不当的行为。我们后续会依第45条来进行开罚，那裁处的额度大概是36千元以上到3万元以下的罚款。虽然幼稚园已经讲伊唔对回失礼，老师嘛去用石头路啊，但是家长也阁是气噗噗，无法度接受，决定要对老师提出告诉。